原台出的 ETF 00940 4月7日就要挂牌啊！今仔日是申购的上尾一天，因为买一张干那开1万块，逐个月拢会当分现金的股利，所以才袂少人抢咧买。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就警告讲，投资有风险，不过买的人同款是真多。即阵网络顶悬是已经咧做自救会社团。这个查某人徛伫证券公司，大声骂讲已经汇20万，想要买 ETF 00940，结果若抢申购失败，伊是去甲申购会桌大声骂大声咧。这波00940的风波是真热，网络顶若出现讨论的社团，甚至还未上市，都已经有自救会社团。其实就像杨金龙讲的，那个可能怕会有羊群效应，我们家是蛮注重这一块的。买一张才1万块，想说就当储蓄，长期持有，对，然后就是当成那种利息这样子放着。来自原台湾价值股息 ETF 00940，传出开幕才2天，就成超过1000亿的投资。因为大量的申购进单，好真侪代销通路无法度消化，尾也宣布停止申购。外台倒是甚至真罕见发声明降温。15就是上尾申购期，敢会阁出现小济买现象，成做话题。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表示，大家小济投资都亲像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，提醒大家投资也是有风险。不过面对申购的风潮，敢会定出目前的上限。金管会嘛做出回应，我们是会持续注意市场及商品的发展状况。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可能还是要再观察，都是要看后续的发展再来决定。短线上确实有一个太热的一个风险，但是就比较长期来看，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回归到理性的投资心态，倒也不用太过担心 ETF 会不会从此套住，因为毕竟里面的成分股它会随着市场的状况去做更换。证监局表示，只要在今仔日下晡4点半之前完成扣款汇款，地上申购书嘛完成，这2项条件达标，拢算完成受理。不过投资毕竟不是稳赚无了，专家呼吁民众要谨慎规划财务决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